好啦，乡亲啊，咱就煞来讲健保，嘛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，互社会重新来检视台湾的医疗资源，尤其是健保、纳保的资格。公前总统马英九执政的期间，有颁布行政命令，大幅来放宽中国人纳保的资格。只要有医亲，或者是有探亲出入许可证，就会当来享受到台湾的健保。有立委要求爱甲这个行政命令甲废掉，甚至有立委拍算要修法，针对一年来无住伫咧台湾满6个月，阁无纳税记录的人，要来提悬因的健保费。一张健保卡所代表医疗福利到底谁才会当有？根据健保法无法规定，有居留证伫台湾住满6个月，或者是伫台湾出世英里才会当纳保。但是立委点名马政府时代放宽，甲居留证扩大解释，亲像是探亲证、出入境许可证拢会使。2015年增加3.6万人符合条件。行政命令先废止，这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东西。我们一步一步来。所以怎么样永久存续，就是不能有不合理的负担。修法补破网也有针对这类。像这位疫情方案，都伫探价点名搭医疗专机登来台湾开刀，初步估计开健保80万。像这类长期住伫国外无缴税记录者，上加只要1个月付749块，就会当登来台湾享用健保资源。刘毅决定修法，每当伫台湾住无到183天的台湾人，健保费该专业。新台币18万以上。那他没有在居住在台湾的事实，最高可以到12000块。我们修法尽量不要针对特定的这个族群，好像变成是一个特定的这个恶意。要甲健保后门关起来，刘伟龙共识，就看安怎避免杂音影响修法。